台语字真趣味，今仔日要来讲干那甲唔那。华语的只有台语讲干那，华语的不止台语讲唔那。日本的翁仔册《樱桃小丸子》樱桃丸啊，有一句趣味经典的台词：一生当中只有2件事我不会，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。一生当中，敢那2件代志我袂晓，这嘛袂晓，迄嘛袂晓。另外一本翁仔册《名侦探柯南》经典的台词就是真相只有一个，真相敢那一个。若讲到日本出名世界的翁仔册，唔那樱桃丸啊，唔那名侦探柯南尔，也阁有航海王、鬼灭之刃、灌篮高手、七龙珠、哆啦 A 梦等等等等。回头过来讲干那。才有几啊栋的大楼，讲要镀金已经讲真久啊。即摆敢若剩1户还咧丢除，其他拢已经同意了。你都敢若一支嘴，会晓讲袂晓做，莫怪不是互吐槽。搁来讲唔那，伊唔那生做水，搁善良友好，唔知倒一户人家有福气，会当带来做新妇。这间老祖厝，唔那有历史有故事，地段阁好，上无嘛价值5000万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干那唔那，实在真趣味。